所以在这段期间，台湾在防疫的表现相当好，也得到国际的肯定。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觉得我们可以觉得高兴，也值得嘉许的。谢谢大家哦，都很辛苦了。在这一段期间哦，台湾在防疫的表现做得非常好。本来卫生部门就是政府各个部门当中最专业的一群，你知道吗？那在医疗卫生部门本来就是台湾人才最聚集的一个部门。事实上，在2003年SARS 的经验，你知道吗？也让台湾在这一次防疫有更好的准备。那事实上也是我们台湾人民的素质日渐提高，你知道吗？能够充分的跟政府合作。所以在这段期间，台湾在防疫的表现相当好，也得到国际的肯定。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觉得我们可以觉得高兴，也值得嘉许的。不过在后续的纾困跟产业振兴就显得政策有些混乱，包括这个万元之乱还有这个跟产业振兴相关的这个控券，你知道吗？到底花还是不花？要怎么花的？到现在莫衷一是，你知道吗？这个显然还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最近民进党在处理两岸僵局的方式，不管是这个护照证明、华航改名，或者是设为国家统一的这个字眼，你知道吗？可以看得出政策反复不定，你知道吗？也让我们觉得说，在选举期间操纵统独骗取选票，只是一种手段而已。那现在民进党完全执政那就需要完全负责。那尤其在蔡总统这一次的谈话里面就是其实一个很重大的宣示，就是修宪委员会的这个成立那我想其实这个修宪工程始终已经是20-30年来其实是一直是我们国人所关注的重大课题。我想在这个会期中我们民众党是最率先提出，就是说下修18岁公民权这件事那在4月28号的时候，也是由我们民众党党团率先提出修宪委员会。在这个会期中，修宪委员会是由本党率先提出，并在4月28号的院会中决议来赴朝野这个党团的这个协商，来组成这样的一个委员会那我想游锡堃院长也很善意的回应了这样的一个议题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修宪的路还有很长因为在后续的阶段中，其实它甚至要经过国民的这个复决其实甚至可能要高达900多万票才能通过。所以我们既然蔡总统已经在这一次的讲话中特地的宣示了这样子一个决心我们就期待说这样子的一个工程我们能够把它持续完成而且我想这也是国人重大的期待。对于我们整个宪法的这个工程其实不只是下修18岁，还有甚至可能这种的门槛的问题等等其实既然已经有很多国人的关注甚至我们的是不是要变成一个更好的这个政府体制，是朝向3权等等我想这些议题都应该可以凝聚国人的一些共识来做一个讨论。